一点复杂。你的 solo 嘞？哎，你们的啊来了。才叫我想飞飞出去，就算大家拢讲我袂去，大大小小的情，你们做家己。跳到巴肚讲话，你看，平平平。就跳。休息。还要再跳10次。我是短跑的选手。idol 平常都跳几次？平常拢跳一遍了。这是新的进步。就是成为 idol 的必经之路。